国的国家安全部来指控，讲有一个叫做“立明者律师”的哈亚克组织，对因内顶开着网络的攻击。中国讲，这个哈亚克组织就是咱的国军组成的。国防部长顾立平来回击，讲相关的指控毋是事实，讲中国才是甲世界各国网络攻击的哈亚。立明者律师伫咧 X 平台抛出 GIF 的图，写 Are you serious？ 真甲人看无目体，全因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则点名因的真实背景，受管辖的台湾主动定军，佮公布国军的名声和相片。网攻害亲的这一个国家的第一名，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真正的始作俑者是他们。国防部长顾立平强硬回击，就惊影响国军士气。如今中国这个做法，马方这期敢是伫咧学美国？2014年，美国司法部网站顶放相片，刊出红通缉的人，全部拢是中国现役军官。美国司法部指控过人是中国网络战部队61398的成员了后，驻案业者嘛公开一份报告，讲另外一个叫做推荐鸟险的骇客集团，同款指控集团背后推手就是中国军方，锁定美国政府国防研究和技术领域的太空航太和通信资讯进行情报收集。中国在这一次，它可能是要去借鉴之前美国 FBI， 所以其实中国也会希望的是，它也能够透过这个。向中国大陆的民众展现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去对一些未来的骇客、未来的攻击产生一些效果。另外，有专家分析，中国这边行动，反正嘛想要透过真真假假的消息来观察咱的反应，摕到更加侪进步。资讯作战时代，国军继续强化国防网络，守护国家安全。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